平平價錢即享有 Jenny 同款美膚花灑，佢就係韓國製 Art2Gel 家用過濾花灑頭套裝，佢仲有大量香薰過濾器。唔同味任你揀，安裝都超簡單，只要放條濾芯入去，再扭翻個花灑頭落去，再加埋香薰過濾器，都係一樣扭埋一齊，咁就用得噶啦。敏感肌膚絕對要試碳複合濾芯，佢可以更強效過濾，對敏感肌膚更友好啊。而冇敏感嘅皮膚，用普通嘅濾芯就好夠力噶啦。佢嘅香薰過濾器一開盒已經超香，配合埋維生素成分，沖涼嘅時候又香又同時美膚。佢仲有超細微控增強水壓同埋3重過濾系統，出水力度仲要啱啱好超親膚啊！仲可以有效改善膚質同髮質，佢就連花灑頭都係多重保護組裝，絕對係超有誠意嘅設計，用完真係秒變。Jenny 同款靚皮膚，仲有個多角度水龍頭過濾器要介紹俾你哋，佢有3重過濾，仲可以720度旋轉去雜質，旋轉嗰度啱晒用嚟洗面啊！老闆轉用佢之後，皮膚都靚咗唔少啊！Art2Gel呢個系列絕對係皮膚音啊 ！Jenny 同款靚皮膚 ，get 係咪好吸引呢？快啲去 JB Shop 門市或者網站搶購啦！